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因多年来民俗联俄接冬嘅宴开，照公共区嘅统计，到去年12月底，全台湾韩国金门马祖嘅合法民俗，加起来已经有7047件嘅哟。不过有人开民俗，睇明呢唔系观光，系希望人睇嘅蹲脚嘅时间过长过久啊，也两个观念非常有18模穷样哦。南投竹山本地一处表亚嘅房嘅上炮烟落屋，何皮卷提首长打错咗18年喊做台湾亲江嘅民俗，安尼做已经过家庭见面、把仔也按到嘅唔顺利，更加唔单止民俗经营到过好，何皮卷还团过到嘅后生嘅强归家乡口苗事业，而向下带通竹山也嘅本地门落嘅西装头，还本人用专长气温热压。希望上到韩国岛后生嘅为家乡发展，向下屯小镇文化留下来。这边是他早期养猪的猪圈，好，然后这些石条呢是为猪圈用的，堆叠的很高，在当时跟我表哥2个人就一根一根把这个猪圈撬下来，然后把它砍起来粘住，当做栏杆。 佢喺何皮卷係亞初300人嘅專業，未係亞嘅民俗嘅頭家。如果佢同本地陸陸續續嘅業務嘅，爭到從事要有新生命嘅人。從大2那個時候一進來，就會覺得這麼好、這麼代表台灣的東西，為什麼不見了？而且它荒廢成這樣，斷垣殘壁，然後它這個裡面的整個那個雜草叢生，然後各種的這種衰敗的景象，就是讓你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反差。 所以我當時也開始去思考，有沒有可能可以在我這樣的年紀，我在鄉下長大，我能夠幫文化這件事做一些努力。淘汰後人生經驗，有100幾批看到亞初做活嘅農夫嘅，就決心為土地保留下來，並讓周邊轉來，佢就朝強用對建築動有興趣嘅表哥向下來掌握嘅。從一路從表哥把醫生的工作辭掉，我們就家族革命了嘛。 社會反對，老師、同學、親戚朋友全部打電話來關切。我母親被罵翻天了，在當時就一個情形就這樣，然後努力了1年把這個房子給修完了。那表哥因為是個醫生，請公費要回到醫院上班，所以我就一個人在山上就開始經營。老夫嘅賬號呢，要為用嘅來利用咯，見面聊面來開民宿一點讚。今天如果要談文化的話，我應該是要讓來的人停留的時間最長的。它變成咖啡館，變成餐廳，我總是都覺得不太對勁，因為 停留的時間太短，所以在那個時候就會很希望停留時間長，又要有營業執照，我就只剩下民宿。所以我經常講是，我不是為了開民宿去開民宿，民宿這個行業我觀察11年，它太辛苦了，但是我應該可以為了文化的這個價值、這個議題去當民宿的管家，我可以。 就算愛開民宿係經過同詳細嘅考慮，不過按睇嘅經營壓力，實係佢想做冇想到嘅。開幕的第1個月做8000多塊，繳貸款要繳6萬多，撐到第4個月還收到銀行要來查封的通知書，再給我4個月，如果第1期的6萬塊繳不滿，接下來銀行就終止營業，法拍再清算負債。所以在那個時候當下，你看到那樣的訊息，其實壓力就非常大。 因為我覺得我做了一件非常有社會意義的事情，可是沒人來。危機就係轉機，有人以何皮卷想法改變呢？佢嘅天佢哋奧多拜自家嚟做業務，而係去擺脫大頭家唔客來壓血，一直到本主流媒體發現報道過後，天天呢有嘅名聲將經營到卡起色。唔過有時節佢咪發現，嚟觀光嚟民宿嘅人數數日增加嘅，唔過沙漠大崩到財體嘅成日。 當我們的遊客一直在增加，收入在增加，可是竹山鎮上當地的人口卻是一直在減少，所以在當時就很希望能夠跟鎮上的一些元素連結。哦，我能不能夠把竹山的一些竹編變成我床頭櫃的燈？我的床單被單，我開始用竹山的老棉被店來幫我車。那我很希望我的民宿慢慢的可以開始往在地化去深耕。 出這個繪本主要是希望讓他們被更多人看到之後，然後有很多年輕人可以跟他學嘛，可以跟他學，要不然他這些的藝術工藝都不見了嘛。何皮卷同一群竹山青年從業嘅班相互討論交流，
2005年佢開民俗過後，到2010年佢開始同竹山鎮控嘅後生人獻減來，鼓勵佢阿豆轉到加強口苗事業，從係插筆家、顧問獎，也媽媽嘅每家就會到竹山，故所佢想會留下來。我留在竹山這塊地，因為有一段時間，所以會有感情，所以我是希望說我能夠為竹山可能遇到的人事物，我都會把它畫成故事這樣的插畫。顧問獎唔但採用生活當地現象嘅方式來創作家嘅作品，每家嘅彩體有特色嘅元素，類似嘅明信片、毛竹嘅圖畫書，連竹山鎮控嘅人家毛竹嘅圖像嘅標號，沒有家嘅創作。他是希望說我能夠用我的，就是用手繪的方式去呈現給大家看到說，我們竹山可以用那種比較溫暖，可以溫暖人心的東西來去做公共的東西。強用上陣家鄉竹山來創業嘅，還有烏卡買中嘅相關材料成立嘅油餅廠，現在廿800鋪片已送到。另外總是投入3-4年過後，佢今天轉到烏卡來看顧阿爸，未想會同烏卡嘅傳統產業做點位改變。所以我們當然就是會想說，既然我們本身是學設計的，那應該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去着手，說把原本現有的材料，然後再把它變成商品。那至少人家不買我們材料的時候，其實我們可以賣商品。用木匠用嘅種嘅材料嚟做風涼嘅，將嘅天火，韓國用盆栽嘅東西也掉，韓做出有台灣特色圖嘅書籤，為同做工藝嘅豐富變化展現出來。那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功夫嘛，然後就想哇，那這邊剩這麼多的扇骨，應該要怎麼去處理？然後啦，我就覺得其實我自己會設計，會做一些畫布的東西，所以我就把原本是一把的扇子，把它單一化，變成一根一根的，然後就把它做成像這樣子扇形的一個書籤。現陣竹山有豐富嘅種植資源，頭擺作為嘅產業貢獻都好，下後工廠使去中國，天天呢就見來見無人做嘅。強用烏卡係做竹工藝嘅來源池，家爸爸係種藝大師，本地啲紅工業是條路嘅基，34歲嘅人想法改變呢，就轉來家鄉接竹工業。是自己的心境跨越不過，不是這個產業不好。對，所以說後來我回到這邊來之後，我摸竹子，其實摸竹子手也會割來割去的。對，那這跟我在機械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就問爸爸說：爸，你需不需要我回來幫忙？好，那我們來用不一樣的方式來試試看。將家用過後，來年時發現竹山本來就有幾多長期愛用嘅後生人。在我回來的時候，其實竹山已經有我們這一群青年創業家在這邊。對，那大家的那種想法，居然是互助，然後共好，大家互相幫忙。因為培軍哥他是竹山的超級業務嘛，好，那他把人帶來這邊的時候，重點是我們這一群生產線，要怎麼樣去介紹這個鄉鎮，然後跟我們的特色這樣子。好，那我們裡面沒有特別的老師，但是我只相信一件事：當大家願意把時間留下來給彼此，大家認真的這個大環境，大家運用大家彼此的頭腦，給大家一些好的意見，彼此共同學習，共同面對困難。那我覺得這個生態在竹山鎮上，它是非常迫切需要的。呢度會同印度嘅後生人傾減來，何皮卷一整夜會派一排刺蝟，希望在個前進小鎮嘅駕車。按你嘅做法，連平原市後生嘅創業家也比想過來。那時候我們還是攤販的心態的時候，我們遇見了培軍先生，然後他跟我們提到說他在竹山做的一些事情，那歡迎我們過來竹山這邊看看。我們看到了竹山這個小鎮，它正在蛻變當中，看到了他想要成長，然後但是是很緩慢的，所以我們決定加入竹山這個小鎮當中，來這邊創業。一粒一粒裝整好，小到都會嘢包圍饅頭，係用菜地嘅食材、番瓜、番薯也掉做出來嘅。也掉吃到愛到小鎮來巧妙試驗，天初就會做出菜地嘅美食同特色。
当地小农的食材，其实他们就像种给自己吃的一样。那我们相对跟他买这些南瓜或者是地瓜的话，那我们自己用起来也安心。那等于就是我们做给自己吃，又可以把我们那一份坚持的理念呢，做给所有来吃的那个顾客这样子。何必卷从摊内意圖求用嘅，按到後生人想去創業，就要行較好嘅交流，未帶定意到路點嘅轉移，故啲後生人用準錯攞嚟也行穩嚟到啲也吃，按嚟本單點送熟嘅小鎮就加有法律。8點背包，拿定自備數據嘅啲路嘅行前路點嘅，同店頭家打最高協商，逢家店係一定後不插花。一擺來也吃，為付出嘅推價，就會為同正控嘅圖案貼圖來聽放鬆同有提升嘅插法。拍照和聊天主要會寫在，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寫出來，然後也會在聊天過程的一些感覺，會把它融入在畫圖的時候。用前家嘅準錯幫出定義下，要有代表性嘅圖，佢咪希望會有行較多人看到小正控嘅路點嘅文化。就是試着去了解他們做這個工作辛苦的地方，還有做了多久，然後面臨的問題等等，然後幫小鎮文創這邊的一些傳統產業多廣告，對，讓他們被看到。嚟竹山路嘅唔看到嘅唔係邊度做觀光生意開嘅店嘅，看到嘅係做傳統手藝嘅大鐵店、米糊店也到，觀光客嚟到也就會發現到也當中嘅故。所以我們在2年前就倡議了一句話，就是要讓來的觀光客變成社會學家，走了一樣的像這樣的一條街景。好，你雖然看到的可能不是很漂亮的街景，凌亂的天線、鐵皮，很多的問題，但是我們帶着大家來關心這邊的問題，而能夠引導大家在看每個問題的背後都有它的發展機會。要到基建模體本單功能嘅比數，何必卷同屯水成員，未生猛氣同其改變會保留下來，將會正康看現對弄老嘅客運站，然後就會老給大操作成堂。我覺得這件事情給我們很大的衝擊，是說我們覺得，我覺得台灣的像這樣子老屋新建，它一定不能是破壞性的去建築它，它應該要是能夠保留它舊有的樣子，可是加入一些現代的一些美感，或者是現在大家能夠喜歡的一種方式，讓大家重新認識這個地方。幅度係用竹編類式嘅種風，未代表竹山嘅文化，然後更有生命力的感覺。對，所以我們就是試了之後發現竹編啊，它可以像我們現在天花板這樣拍上去，由下往上看上去的時候，會有一種就是高低起伏不定的感覺。那是一種很自然的東西，自然的素材裡面才會呈現出來的那種線條。我覺得那個是當初選用竹編最大的原因。全頭呢度做到有菜田嘅特色，祖先都會用冬天摘到嘅食材嚟料理，古天同附近嘅小農合作，做出未單單係菜田田一擺創業嘅街頭媽媽。借由這裡，可能有一些留在，因為外流的年輕人比較多，就是一些比較中老年的在這裡嘛。但是我們現在的話，經由這個小鎮文創，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年輕的啦，或是像我們這個2度就業的媽媽，會有一些機會。我現在最主要的幫助就是讓大家知道說啊，原來我們竹山還有人在種香菇，原來我們還有這樣一個東西，這是最大的幫助。我覺得最好的就是說，像這樣一個餐廳，它有用到我們當地的這些食材，然後是會讓顧客吃到最新鮮的東西。用當地文化免掉新鮮嘅東西來經營嘅竹山，遇到好高企業就會去拜訪，還有中國嘅企業團體，談到名聲未來到也。故所就要行較多年，看到到土地做出有菜地特色，有結創優惠，有咩會有發展。基本上我們是一個企業的團隊，在看當地的發展。那在台灣很多都是用社區發展協會、用政府的角度。從企業裡面看的話，我們就是從它的感性跟理性兩邊都要共同去衡量。第一個就是說所做的事情都要能夠有在地的價值，然後它的發展是要以居住在這邊當地的居民、當地的生活的美好價值去發展的，而不是為了一直取悅外面的觀光客進來。對呀。怎麼賣？對一間民宿發展做社會企業，竹山按當年來已經獨特嘅發展出小鎮亞洲遊嘅特色。
到一般人都知道向正愛發展，天初愛有到話人行到去嘅各樣都好，家頭同人講，想為家鄉好，萬人進來比萬人來過，更加重要。